做 social media 做到頭都大，又要寫文，又要整圖，仲要排程。今日教你用星 X 由 brand setting 到全自動出 post，一條龍搞掂晒。首先登入之後就係 dashboard，所有 data 一眼睇晒。第一步一定要去左邊撳品牌設定，呢度好重要，因為 AI 會跟住你個 brand voice 做嘢。懶得逐格填唔使頭痛，撳個一鍵讀取品牌資訊加下載 logo，或者入返你個 website 條 link，星 X 即刻幫你搞掂晒。搞掂個底就去內容創作，如果你有諗法就直接打個 topic，例如夏日優惠，揀返口語風格，撳一下生成，幾秒鐘一篇有 emoji 有語氣嘅文案就搞掂。想一次過做定一個禮拜嘅文案同圖，轉去批量生成，揀你要幾多篇，撳預覽主題，AI 會自動根據你個 brand 幫你諗，揀好心水 topic，再撳確定生成，去沖杯咖啡返嚟，成個禮拜嘅 post 已經搞掂晒。有文案都要有圖先得，唔使識 design，直接喺文案上面撳生成配圖，AI 會分析內容，自動 design 幾款唔同設計俾你揀，跟住揀返批准並排程，set 好時間，系統就會自動幫你發布，放假都唔使煩。如果個老實晒冇靈感，揾星 X 助手傾下偈啦。佢就好似你個私人 consultant 咁，俾 advice 你，分析圖片都冇問題。最後如果你想免費用多啲 credit，記得去邀請好友 share 條 link 俾朋友，大家都有優惠㗎。星 X 功能咁強大，即刻去試下啦！